乡真牛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8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高雄市卫生局是证实讲，伫凤山区的仁惠妇幼病院，一个60多岁的查甫员工昨确诊。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马要求天光进前，病院内底爱清零，希望甲病院内底感染降到上低。高雄市卫生局是表示，这个员工5月初8捌去过台北市的网咖。初10时出现无爽快的状况，目前病院内底55个员工、39个住院的病人，拢已经采检成隔离。采检的结果今仔日就出来。由男者伫咧病院头前准备送病院的工作人员到居家隔离的地点，在这项高雄凤山区仁惠妇幼病院，团共有一位60几岁男性员工确诊，因为伊初8捌去台北市网咖区活动，初10发病。所以卫生局启动院内清零计划，希望伫天光之前清零，把院内感染危机降到上低。因为这个医院里面最主要是有39床的呼吸照护病床，那其他有55位员工。好，那这个部分，跟市长报告之后，那市长下令，在今天晚上完成我们的整个清零计划。这位员工伫初10发病了，逐工拢有去病院上班，而且去过病院几落的流产。卫生局认为院内感染的风险正悬，55位员工17项拢调回采检居家隔离。住院的39位病人采检了，送负压隔离病房，病清空了消毒，上紧6个做重新启用。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病患的安置，以及我们整个。我们医护人员、工作人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后续的安置，这个都会安排好。好，那全部都是在今天晚上完成采检。好，所以明天早上会给各位一个报告，有关于这些采检的结果。卫生局清零计划扩大接触者，第一部分病院工作人员加住院病人采检居家隔离94人。第二部分5月初7到17出入过病院的外包厂商加家属，初步整合到43人。17项通知采检，检验结果出来进前袂用出门。第3部分是5月初7到17门诊就医的民众加家属，18通知采检，赶快伫采检结果出来进前袂用出门。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疫情滚价，新北市邦桥的阿东病院嘛，逼出病人甲看护去画着，病院内底可能有传播链，目前已经有9个人去画着。接触过病例的医护人员，目前有做体检，体检拢是阴性的，所以目前无按算要封院。湘北疫情大爆发，邦桥阿东病院嘛传出有住院的患者甲看护确诊。今仔日病院这边有出面证实有院内传播链。这个大型发病的指标个案，案号1375是5月初10急诊收治的住院患者，12开始发烧，13因为网咖群聚事件疫调，问家属了后才知影这个个案捌伫网咖出入，随甲做 PCR 的检测，伫14确诊。凌晨半夜1点确诊的当天，我们从白天转到负压隔离病房，接着在中午就转到。加护病房进加护病房3个小时后插管，所以他算重症。伫传出住院患者确诊了后，病院这边随扩大采检，同一个病房的患者，还有接触的照顾者，伫健保病房中央迄层的个案，也就是案号1375，14先确诊，也有2边边仔病床的患者，一个伫第2届采检确诊，另外一个第3届采检的时阵验出阳性确诊。后来就连隔壁的病房甲急诊的患者，嘛拢有验出阳性确诊。目前9个确诊的个案内底。包括7个患者、1个家属，还有1个看护，目前并无医护人员去画着。也有验出确诊者的病房，包括6B、8D 这2区，拢已经做几啊届的全面消毒。这位病患他住院的时候是可以，在走廊上面活动的。匡列的同病房里面所有的病患、陪病家属跟医护人员进行这个筛检跟隔离，所以才后续找出其他这一些同病房当中也确诊的病患。那目前整个采检都是阴性。而且院内已经全面消毒。阿东病院强调讲，到目前为止无考虑要封院。也若捌甲确诊的个案接触的所有的医护人员，初步的体检拢是阴性，会阁做第2届 PCR 的检测。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目前有6间病院有确诊者出现，不过敢若有阿东病院是院内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湘北疫情严悬，高中以下对今仔日开始停课。台北市长关文哲是呼吁大学嘛爱做伙停课，嘛提出主动风险的概念，爱市民减少出门。
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发声，爱大家做好警戒牙关到第4级的心理准备，未来会采取高度管制、极度活动的防疫措施。疫情愈来愈严重，双北宣布18开始高中级以下停课到28。台北市长郭文铁也希望大家公布停课，希望民众自发封城。感染人数上升太快超过医疗体系的负荷范围，所以为什么要呼吁说，这个叫自动自发的封城，而不是那种出动军队的这种硬性封城。我还是相信台湾的国民素质。一向无赞成封城的郭文铁，希望卖动用到军队封城，是自动自发地减少无必要的出门。郭文铁也宣布入红牙机、钓虾场、导游店、AR、VR 加餐饮复式的卡拉 OK， 在17下到4点开始全部拢停业，无必要卖出门。若出门一定要挂水烟。伊也强调，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是全台湾上悬的，只要控制掉疫情，减慢传染的速度，就能渡过危机。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做落来管控强度会更加强，做好社区高度管制、极度活动，为升级第4级做准备。新北市一定会做好第4级的准备。未来如果在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滚动式检讨、快速的反应，断然该处理、该封就要封，绝对不能等待。我的强度的管制会越来越高。17早起，新北市立联合病院邦桥院区设新的社区体检站，第一天200号码牌早起全部拢发了。18早起开始，逐天8点会发300号码牌。侯友宜也认为，目前3级警戒伫民众自律之下，大部分的娱乐业者拢已经停业，等同是进入半封城的状态。伊也强调，新北市自即马开始会严加处理，若无挂水烟就直接罚。记者综合报道。双北疫情严重，双北2个市长共同决定讲，双北高中以下对今仔日开始停课，要停到5月18。学生囡仔会当使用线顶教学来学习，家长若准有照顾囡仔的需求，会使请防疫照顾假。从明天开始台北市全境那个高中以下包括高中、国中小学、幼稚园、安亲班、补习班。还有托婴，那先停2个礼拜，到5月28号。双北疫情提升到3级警戒，台北市长郭文铁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热情共识。17对外宣布，台北市、新北市高中级以下学校18开始停课到28。台北市受影响学生334293人，会用停课无停学、学习无中断、教职员工沿居家上班远距教学。根据统计，超过12000名0岁到6岁幼婴受影响。呼吁停课期间，要建立密切连结，达成父母陪伴、老师辅导，学生乖乖伫厝。不过，双薪家庭真烦恼，囡仔无人照顾。国高中以下身心障碍的子女，如果需要照顾者，你可以请防疫照顾假。伊强调，较厝囡仔读国小、幼儿园，家长无法度伫厝照顾，学校依然会提供学生到校接受基本照顾。停课期间也维持弱势学生早顿、中昼顿补助。不过早伫双北宣布全面停课之前，真侪家长透早就去学校为囡仔请假咯。毕竟在我们万华地区来讲，有很多几乎都是所谓的隔代或者是怎么样的在教育，那很多家长也都很辛苦的在上班，那忽然间要请假。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高中职这个学程，因为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性，它很多都是跨县市，而且是跨区域的。那这么多学生聚集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其实它相对的风险是更高的。很多家长，包含我自己也是，我们小朋友今天都是请假的。教了太多的话，其实对于那些请假没有来上课的孩子，也相对也是不太公平。双北高中级以下全面向远距教学，避免疫情伫校园摊开，要高中生演练远距教学，另外课程限制问题，教团认为应考虑休stra或者是其他时间调配，一切以健康安全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双北高中以下对今仔日开始停课，范围嘛包括补习班、安亲班、公私立的幼稚园。政府是强调讲，若准头家无爱互员工请防疫照顾假，上悬会罚100万。烦恼学生伫学校会去互话着，袂少家长也袂等台北市府宣布要停课。
中昼落去学校要接囡仔转去，甚至有袂少家长早就替囡仔请假，要伫咧厝内防疫。去学校毋是为着要接囡仔转去厝内，是要替囡仔摕课本，伫咧厝内会当读。今天之前就都请了，我说应该会停课，所以小孩已经在家了，就请到6月前。为着保护学生的健康，台北市宣布，高中及以下、国中、国小，还有幼儿园补习班、安亲班等等，为18到28停课2礼拜。不过强调讲，停课是袂停学。台北市府表示，学生会当透过线顶学习的平台台北酷课群，伫咧厝内自主学习。学生在家自主学习期间，利用酷课营在家学程式设计、学外语，停课不停学。另外，台北市政府表示，后生查某囝若是伫咧12岁以下，或者是国中、高中以下，也是身心障碍需要人照顾的，拢会当请防疫照顾假。市府强调讲，头家人拢应该爱准假，毋过袂强制头家就要付薪水，会当由劳资双方来协商。劳动部强调讲，若是头家无要准假，或者是强制要求劳工，就要请特休也是事假，会以违反劳基法，罚2万至100万。给不给假，我想要各市各公司的状况。那每一个企业它所能承受的程度不太一样，在这一波这个疫情来的时候，也有更是重灾区啊。工商团体表示，企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会以防疫为优先。2礼拜了后，再观察到一寡产业受到冲击，才会向政府来提出纾困的需求。不过有立委建议讲，会当甲防疫照顾假的薪水补贴纳入去纾困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5月13，咱全台湾才大停电，昨8点外，台电又搁跳电，全台湾有122万户失电。台电表示，兴达电厂1号机过量，加上用电量增加，才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国家级的警报嘛有弹，1礼拜2摆是互真侪民众是骂假。台电讲会比照513大停电减电费钱来补偿。总统蔡英文有伫面册会室内，嘛讲伊嘛无法度接受短时间内2摆大停电。本所车来民众要到本所，淹过路的是乌麻麻，路口拢是靠警察伫咧指挥交通。因为17项8点，台电宣布紧急停电的通知，全台湾几个县市各分区限电，民众讲拢无事先通知就停电。停电啊？为什么停电？不知道啊，进来摩托车这怎么路灯都没有了，红绿灯也都没了。哎。对啊，这样很危险哎。他临时停了是吧？有没有接到讯息吗？App 那个警报什么都没有。突然停的吧。17项8点，国家警报响，台电讲因为负载突然间上升，供电能力无够，8点50开始执行分区轮流停电。不过，伫分区供电进前，台电为了要保护系统，8点就部分地区无预警停电，有56万5000户受影响。台电讲，17中到全台湾用电创2年5个尖峰负载记录，因为兴达电厂1号机故障，发电量不够，才会宣布分区供电。而我们在大修维护保养的机组还没有归建，比方说核三厂1号机、林口3号机、大潭6号机、是麦寮的3号机，本来也应该在今天下午就要归队发电的，但是也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办法如实的并联发电。拄好几落个厂伫咧修复，虽然临时调度，未了厂回归也出问题。兴达电厂是突然间故障，虽然17个到2点重新启动，不过到暗时7点35分，发电量只敢若4成。台电也放水发电，不过帮助有限，122万4000户受影响。不过为什么佫是C组加D组限电？今年就是2021年，就是 C 组跟 D 组，所以很不幸，这次还是 C 组跟 D 组。这个制度，我想以后是可以检讨的。台电讲，这边也会比较513停电补偿。总统蔡英文也伫 FB 向国人道歉，讲毋若是大家真歹接受短时间内2遍停电，但是也无法度接受。行政院长苏贞昌透过发言人讲，1礼拜内2遍因为兴达电厂故障停电，互人无法度接受。伊已经要求经济部长王美花1礼拜内就台电的电力调度应变能力细修排程，彻底检讨，提出改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微弱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地渐准雨。咱来看云图。
今日伫过道了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半部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东发布豪雨特报，目前已经解除。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也毋过过道了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日中南部高温有35度，伫台南、高雄高温有机会会降到38度以上。明仔载拜三，方面就离开啊，水汽会减少，只剩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道了后，北部甲其他的山区明仔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来关心咱国内本土疫情一时啊飙出遮尔济，外界即马嘛关心讲隔离病床敢有够用。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政府会成立有医护人员进驻的集中检疫所，照顾症头较轻的患者，而且嘛要求病院即阵爱加强体检，确保医疗体系袂帮盘。伫台北马街病院急诊室边仔室外是出现一个白色组合处，真侪民众伫遮排队，这毋是发烧体检站，这是马街病院新设的户外门诊。马街病院发出新闻稿表示，因为疫情升温，只要最近有去过，也是病例登记地址伫万甲、邦桥等等风险区的民众，为17号开始啊，这看病地点是为原本病院内底是改到遮的室外门诊。好，其实他这个做法就有一点像是我们那个发烧筛检站。好，那一个确保这个院内受到感染的可能性，把它降到最低。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在医院，因为因应这紧急的疫情，希望医院能够降载筛检的提高，那对医院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保全，能够兼顾我们的医疗的量能。无干那马街来强化检疫，台大嘛配合中央政策来减少防疫以外的医疗行为，希望把这能量集中来面对这个疫情。有关台大的部分，它也是配合着做降载的动作哈，那所以是非急迫性、非紧急需要的一些住院或者是手术，把它暂停。面对确诊人数大量增加，陈时中嘛表示，未来推动风尘病医，会来启动有医护人员进驻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来安置一寡无镜头也是镜头较轻的一寡确诊者，来做医疗院所的缓冲区。目前是有总共133位确诊的病患，目前先安置在我们这个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当中。所以目前我们还有至上这个至少235间的这样的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罗义军嘛表示，加强版集中检疫所的患者，也是身体健康出现变化，会由医生透过视讯来看诊，并且来开药啊。另外，也是病院有空的病房，嘛会当转到病院去，希望来增加安置者确诊者的空间啊个能量。记者张志雄、陈柏如台北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相战，联合国安理会甲穆斯林的国家召开紧急的线顶会议，谴责暴力冲突，呼吁双方爱停火，也毋过并无达成共识。中国批评美国调降拖延安理会开会的时间，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讲，美国毋望透过外交手段来参详。那以色列的总理之前已经有讲过啊，短期未停火。来看自由时报。石门水库的水量剩12.9%，水利署即马证实讲，目前石门水库送去新竹的水已经有减量，每天无到20万吨。根据了解，新竹科学园区已经决定对2月开始升水措施要提悬到17%。明仔载科华应变会议卖评估，若准无明显的落雨，桃园、新竹6月份拍算有新的限水措施。来关心中国时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烧1冬外，台湾、新加坡甲越南对抗疫情的表现拢袂歹。也毋过最近，咱国内出现侪本土病例，国际媒体即马就分析讲，防疫成果袂歹的国家陆续破功，甲防疫措施冷气变成病毒高团，预防社做伤慢，拢有关系。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35例，其中有333例是本土病例，台北市有158例，新北有148例，伫桃园有10例，也佫有传播感染源的有40例。咱国内疫情严重，政府嘛拍算对5月19开始，要禁止外国人、外国旅客入境台湾，一直要限制到6月18。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悬。8月17本土病例佫增加333例，其中189例是女性，144例是男性，年岁伫5岁至90外岁。
其中以台北市158例上济，艋舺就占89例，过来是新北市148例，板橋41例，桃園市10例，基隆市6例，彰化縣5例，台中市甲宜蘭縣攏2例，新竹縣甲苗栗縣攏1例，因若感染關聯也不明的有40例。不明者就是因为还不清楚，所以还没有验。那清楚的这一部分，大部分上就是还是以万华区域那茶室那个是占了一个非常大宗的一个情况。本土疫情即卖愈来愈严重，为5月11开始，连续7天累计已经有784个确诊的个案。专家讲，即卖疫调已经做袂了，台湾社区即卖是一个大型的群聚事件。台湾社区目前的一个大群聚的事件所以我们在实验室的资源里面，我们适当的分配应该是做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不再做个别的定序。因为最近确诊的个案直头增加，健保医疗线顶查询系统为即卖开始会增加通报个案检验阴性，也有经过疫调来做14天自主健康管理者。这2个项目会当协助医师替患者做诊断，或者是做相关的检测。裁剪里面还是有这些检验阴性，因为时机的不同或者未发病的情况，所以它可能还是有这样相关的可能性，所以我会把它注记起来，那提醒医疗机构要注意。另外，因应国内疫情野悬，为拜3、19饭点开始，会实施边境严格措施，外国人暂停入境，嘛会暂停旅客来台湾转机。目前这个措施初步按算会实施到6月18为止。这2天境外移入的个案比较少，对医疗量能的影响就比较少。那但是呢，检疫的量能仍然是有它的一个压力在。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国内本土疫情严重，为了避免医疗人员志载袂调，指挥中心把第一批133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安置伫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护理人员24点钟进驻，会评估患者敢有需要送病院。目前暂时无考虑设置分层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38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33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01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6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74万例，印度是超过24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56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6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4万例。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国要提供2000万吨的预防车予其他国家，这嘛是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头一摆接大方分享预防车。加上真正宣布的，即嘛美国是打算要提供8000万吨的预防车予外国。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讲，咱台湾嘛会拍拼去争取。伫美国疾管中心 CDC 宣布肺炎令进一步放停了，真侪所在拢看到民众无挂肺炎。一旦转到这种疫情进程的生活形态，部分原因是为自有防车。根据 CDC 的数字，至少37%，差不多1亿2000万的美国民众自有防车。伫因家己核准的3种有防车，至少2000万吨，会分享到境外。国家进行宣布，也未伫咧美国核准严格会分享出去的 AZ 防车，美国总共会分送8000万剂。We will not use our vaccines to secure fav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all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of it will be sent to other countries. And today, I'm announcing they will also share U.S. authorized vaccine doses of Pfizer and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These are vaccinations and vaccines that are authorized to be put in arms of Americans. 路透社报道，美国顶礼拜确诊死亡人数是最近14个月来新高，确诊数连续5礼拜下降。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pandemic cases are down in all 50 states. First time. 拜登讲，到6月底进前，美国的有防车拢有够强，也强调无其他国家比美国分享出去有防车国家多。在此进前，就算有国际社会压力，拜登拢坚持为着要掌控疫情，就要美国优先。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
世界上的预防车资本分配就无公平，加上印度即阵疫情滚价，嘛影响国际预防车的生产。印度总理莫迪伫3月中就要下令禁止预防车出口，造成即阵国际上预防车大欠配。环境这阵沿河花顺路，因为最近一直接到民众通报，黄河水尾有大量的尸体，有的已經被官方證實是為着新冠肺炎死亡。जो कुछ लोग सबों को लावारिस मान करके और नदी में बहा दे रहे हैं और दूर दूर तक सब बह करके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जनता में印度变种病毒拖甲真紧，真侪邦的封城措施一直延，也打乱国内疫苗生产计划。全球上大疫苗制造商印度惠清研究所，伫3月中就接到当局命令，停止库存出口，将原本要出口到 COVAX 疫苗全部留伫国内，外靠 COVAX 疫苗的非洲国家上受影响。另外 ，BBC 报道指出，好几个国家超买疫苗乱象真多，亲像加拿大买数量已经超出全国总人口的5倍，英国、欧盟、美国甲澳洲囤疫苗数量拢超过总人口2倍以上。即马各传出部分国家要开放囡仔甲青少年做疫苗。听到这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是正反对。I understand why some countries want to vaccinate thei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t right now, I urge them to reconsider and to instead donate vaccines to COVAX. 不止 WHO 就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也呼吁 G7 7大工业国集团甲欧盟伫未来3个月当中，捐出国内供应量2成，就用捐赠差不多1.53亿支，这就用补助印度限制疫苗出口所造成的供应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当年5月份，真侪爱爬山的人拢会去爬喜马拉雅山，也毋过因为即阵尼泊尔疫情野悬，中国已经宣布讲要暂时封锁对中国入去喜马拉雅山区的路线。海拔超过8800公尺的圣母峰，虽然空气真薄，这一年来嘛已经有超过200个人伫攻顶的过程当中死亡。毋过圣母峰伫登山界由原互看作是圣地。但年5月开始变热人，嘛是喜马拉雅山区登山季节开始的时阵，各国的登山旅客会为中国或者是尼泊尔开始攻顶。2020年的登山季受到第一波新冠疫情的影响来取消。今年原本希望会当重新来开放，中国核准38个中国的公民入山，尼泊尔嘛已经核准408个世界各地来的登山旅客。毋过最近已经有几啊个位基地营放送到山脚的登山旅客确诊新冠肺炎，加上尼泊尔疫情持续掠悬，所以中国伫个14，也就是顶礼拜5，宣布甲为中国进入山区攻顶的路线封起来。5月以来，尼泊尔的确诊人数去甲真紧，目前为止5月10日一天新增超过9200个人，是上悬的纪录。16礼拜嘛游玩超过7000个人，所以美国专工安排特交专机为加德满都载250个美国公民离开尼泊尔。I'm just going home to visit the U.S. I got stuck here on lockdown last year and wasn't able to go home, and so I'm just going home for 4 months for a visit. 尼泊尔总人口大约2800万人，比台湾加1岁啦。疫情断开了后，累计确诊人数到45万5千多人，平均每100万人的确诊人数超过15000人，已经接近印度的17000多人。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要控制疫情，爱靠预防车。欧洲真侪国家已经有咧做预防车，所以即马因的疫情嘛较稳定。对顶礼拜开始，豆豆在放力防疫措施。意大利的海边啊重新开放，波兰的餐厅甲酒吧会当伫室外做生意。法国的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嘛拢开啊。英国嘛要解除封锁。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科学文化宫附近的餐厅，15透早解禁的时间还未到，就组织袂少人排队，等要入去好好食一顿。餐饮酒吧停业真久，总算等到重新开业的这一天，有人形容家己的心情就像新年围炉同款的欢喜。Długo. To było ponad 200 dni, kiedy byliśmy zamknięci i było to bardzo stresujące i bardzo wyczerpujące z różnych powodów. Nie wiedzieliśmy, czy uda nam się w ogóle przetrwać. Na szczęście dzięki wsparciu wielu ludzi, instytucji nam się udało.
主疫苗真顺利，疫情扩散顶河，亚洲经济国家拢开始陆续放宽防疫限制。意大利25起取消海捕限制令，同时也取消对欧盟、英国、以色列旅客的入境隔离要求，准备迎接热闹观光大会。英国超过2/3的成年人拢完成注第1剂的疫苗，2剂拢注完的也有37%。每天平均新增感染病例跋落到2000例左右，死亡数字也跋到个位数。当局按原定计划17启动第3阶段开放，温准室内用餐开放，电影院、博物馆、旅馆、表演甲体育竞赛，温准30人以内的分享喜庆活动。大学也将全部复课，国际航班往来也恢复正常。也毋过，传染力比英国变种肯特病毒更加强的印度变种病毒，伫英格兰西部真侪城市真紧扩散。为了防止这个病毒拖败真无简单达成目标，当局继续扩大注疫苗范围，也爱民众逐礼拜去做2摆体检，30分钟就知影结果，而且免费。Total, we've seen just over 1,300 cases of this Indian variant. It is becoming the dominant strain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for instance in Bolton and in Blackburn. 伫法国计划5月中2000万人注第1剂疫苗目标，15宣告达成。当中北韩连续第12天下降，有计19起温准非必要商店甲餐厅、酒吧重新营业，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重新开放。宵禁时间为暗时7点延后到9点，为了拯救遭到疫情影响观光业，当局宣布价值28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搁加悬，以色列的军队空袭加沙以一经实验室，地书新田冠状病毒体检的作业爱动点。来关心美国财政部搁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新的制裁令，包括13个官员甲3个因成年的囝儿。加拿大甲英国即马嘛要对咧做。来关心美国驻预防射的效果看现现啊！全美国有37%的人口已经完整注2档预防射，嘛有47%的人尚无已经注好1档预防射。美国的疫情已经开始转好。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关心湘北即马疫情严重，防疫警戒已经提悬到第3级。对即马开始到5月18，公务人员上下班时间会当春休。另外，新北市的蘆洲某派出所传出有警察去围钓，目前派出所有做大消毒。伫5月份是爱报税时间。不过财政部即马是宣布讲，咱全台湾的国税局到18进前，拢无提供现场报税服务，所以请民众会当利用网络来报税。本市政大楼电梯及办公区域全面管制。台北市政府逐天有1万2000人进出，湘北提升疫情警戒到第3级，市府严格管制人员进出。要进入市府，爱先提出员工证，一般民众爱落实实名制。湘北地区公务人员启动春秋上班，为17到28，上班为早起7点半到10点，下班时间调整到下晡4点半到暗时7点。疫情升悬，市府员工表示，即马办公室气压真低。另外，有社会局员工投诉出勤系统无配合修改春秋上班，被指是按照正常时间上下班。不管是大家在什么时候刷卡，只要他刷的时间是10点以前，其实我们之后都可以再设定，所以这个倒没有影响。新北市府传出员工确诊，新北市警局、蘆洲警分局证实，无派出所员警14暗时发现有小可症状，去病院采检，自主健康管理16确诊，所内伫第一时间已经消毒，也自主隔离、科力采检，会陆续安排做疫苗。那我们那一位员警，因为是跟有地方人士跟狮子会之间有互动哈，那他跟这个地方人士有所接触确诊哈，那我们马上启动周边的3个派出所来做协力。经济部也1人确诊，除了有5人爱自主隔离，经济部阁启动分区办公应变机制。5月报税也受影响，财政部扩大宣布全国国税局到18，取消柜台报税服务。我没办法报税嘛，现场报税。对。我刚刚来，然后他们说要月底回来，避免有民众到国税局因为洽公而导致相关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全国的各国税局从5月17号开始到5月28号都暂停临柜收件、临柜报税服务。
台北国税局表示，总共有160人异地办公期间也未接触一般民众。今年申报延长到6月30，民众应透过手机网络报税，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本土病例新增加333例，目前伫咱台湾本土病例计共82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病例数，伫台北市有356例，新北市有359例，桃园有54例，彰化县20例，伫基隆市有10例，伫宜兰有18例，伫台中是有4例，新竹县有2例，啊那苗栗甲高雄有1例。这是疾管署到今日透早上新的统计。镜头来彰化的确定病例伫透日增加，经过调查，发现这团报链甲受报道的搬伤这个家族有牵连。嘛有3个民众是要甲这个家族内底的人坐公道做伙食喜酒，全去会着。县政府即马嘛赶紧要追查1300个接触者，另外还有3个学生去会着，嘛甲未报道的这家族有关系。饭店员工详细消毒车客用的刀啊椅啊，彰化县花坛乡的全国内园大饭店传出确诊个案，5月7日中昼有3名参加喜酒的民众，方检出确诊新冠肺炎。彰化县政府紧急扩大1300名接触者。玻璃彰化病院17早起也派出采检车前往内园大饭店，对员工进行采检。担心是会啦，但还好啦，因为我们全程都有戴口罩，而且公司是定期早晚都有在消毒，所以基本上我们担心是不高啦。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基本上有分正职跟 PT，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固定，就是他分配在哪一个厅，他就是不会再到其他的楼层去窜跑这样。饭店业者表示，目前追踪员工也无有身体无爽快状况。彰化县卫生局表示，因为葡萄家族案中一名确诊成员5月7日中昼捌到内园大饭店食喜酒，刚接到10人中有3人确诊，接触者伤济，所以才会进行紧急体检动员令。因为1300人数非常庞大，所以呼吁说，在那天中午，你有去全国丽园用餐、参加喜宴的这些民众。你如果出现症状，请务必到我们部章的急诊室来做采检。彰化里面他们就匡列的非常大非常广泛。那当然它几个相关的个案都有它一定的一个联系，所以我相信彰化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匡列跟采检，应该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病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彰化县的大规模扩列，但是中药认为对疫情控制会有帮助。彰化另外的3名新确诊者是学生的身份，分别读彰泰国中甲南彰化某一间国小，其中2个人甲葡萄家族有亲属关系。县府除了紧急进行环境消毒，也宣布彰泰国中即日起停课，那国小是确诊者迄班停课。因为彰化疫情一直扩大，县府也请高雄电子公所成立催暗纠察队，劝导民众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昨昏有新增加2个确定病例，其中有1个是中庆国校的学生囡仔，所以市政府嘛宣布讲，这间学校要停课停2礼拜。不过，这防卫着的囡仔伊的牛奶，防在做居家隔离，煞偷走出去买物件，卫生局即马决定要罚钱。台中市环保人员一透早就到西屯区中庆国小进行消毒，因为16半暝台中市府紧急发布新增1名确诊者，就是中庆国小的女学生。市府也宣布中庆国小全校停课2礼拜。17有民众原本要将囡仔送到附近的安亲班，只听到中庆国小有确诊个案，赶紧将囡仔接到转去。今天本来要上课啊，对啊，一听到说昨天晚上确诊，赶快先带走。我们是在昨天晚上10点半接获通知，那这名女童确诊，今天开始重庆国小停课，一直到5月31号。那这段时间是采取线上教学。台中市另外1名新增个案是住伫大理区的186例，目前当隔离治疗。卫生局也查出，进前也住伫大理的1591例68岁查甫人有疫调不实的情形。经过警政系统调查，发现伊伫北屯区明家乡便当店外送便当，便当店紧急消毒停业。卫生所新增扩列8名提出隔离，12名自主健康管理。他其实在那边有工作哈，所以曾经有人来问我说：“他明明就有在饮食店工作，为什么你们查没有？因为他没有诚实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也违反这个传染病防治法43条哈，它这个妨碍我们的一个疫情的调查跟处置，我们要重罚他30万。台中市卫生局长表示，除了放假疫调的1591的防开发，中庆国小确诊女学生的母亲得回提出隔离者，扣互公社区住户发现伊家己出去外口买物件，卫生局证实有这件代志，将调查学生母亲外出时间，将会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将罚20至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乐队的中义祠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庙貌经过世界整修，即马只剩一对八仙龙条的石条有保留落来。一对龙条会当见证乐队客家庄300年的历史，所以即马中义祠嘛按说要申请历史文物鉴定，甲伊保留落来。在屏东特产的柳地中义祠是客家庄重要的信仰中心。这对八仙龙条是目前庙内底唯一留落来通见证柳地300年历史的文物，但也要申请鉴定，望继续保存，向子孙说历史。我们看到这一对龙柱，就是当时呢康熙帝呢赐建的时候1721年所留下来的目前大概庙方也剩下这一对。那这个很特殊它是八仙石那它是整个拆庙的时候呢把它留下来这一对。历经了明年就是30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从清朝历经这个日据时期，再来民国时期，这个时间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地点。柳地中义祠过去叫做西市中义亭，因为在1721年时，在地人帮助清朝去建筑一柜。内底摆中央讲，就是苏东时牺牲的人，是柳地特别的义民信仰。这对刻龙和八仙的石条，就是迄当阵打造的。另外，中义祠内底也阁有清朝时代老靠打的石碑。另外，他们在有6个碑石也都一起呢来向县府呢文化处来申请文化资产的保存。除了石条和石碑。柳地中义祠内也有无共时代的掌权者送的牌匾，这也通看到这300年以来无共政权统治台湾的卡者。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有成立一个百工师傅志工团，由无共职业的工会理事来组成的，透过个人的专业替弱势族群来经受客家，这志工拢讲会当替社会服务，互因感觉真有意义。一阵穿假的工人无用试试当咧装潢，为房间的隔板到便所马桶，任何所在拢无放过。其实因是屏东的一个百工师傅志工团，当咧替弱势族群征收客家。一些关于重大疾病还是有社会低收入，还有家庭发生问题，没办法去注意遮风避一个家庭一个房屋，我们才会去考量去。一个百工师傅志工团是由水电、油漆、土水、木工等各种职业工会来组成，透过实际方式甲开会讨论，评估装潢费用，再由社会团体甲善心人士斗赞助，协助征收这寡弱势族群的客家。那我们是做得很高兴，因为这个是做汉事嘛，他很高兴这样。其实我真的很感动了，感谢所有的这些工会的理事。来给我这么大的帮助。这个师傅志工拢表示，会当为弱势族群出力，是咧做善事，实在真欢喜。受帮助的家庭也拢感觉真甘心。透过民间技术互相整合，唔但互资源更较统一，也互更较侪弱势家庭通受帮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这几天本土疫情压悬，政府嘛宣布讲，咱国内的8大行业爱暂停营业。暂停营业对于这劳工来讲，等于是无收入，就是失业。政府要安怎来协助斗三工？做伙来关心。本土疫情这阵仔长咧拖，中央也宣布全台8大行业暂停营业，这种业人员一时间失去生活收入。除了无劳健保申请袂到济南救助金以外，这站有的公家机关也拢实施异地办公，要如何即时申请补助也是大问题。只讲像放假，迄公司拢已经异地办公啊，所以这人要去对申请这个纾困，纾困会当及时予伊无？若伊无法度
随时摕到这个纾困金的时阵，纪念救助金的时阵，我想我无法度，我规矩继续来从事我的行业。安尼颠倒就是有可能行业有可能变做一个破口。针对八大行业的纾困政策，记者伫这个进程无得到行政院的回应。即阵要如何帮助失去经济来源的工作者，到职业工会整理相关的资讯，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希望大家在有保障自己的状况下，可以先赶快加入工会。那即使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的话，我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所谓民生物资上的需求，或者是你说真的需要即刻救援的话，也可以 touch 我们的工会，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帮忙这样。北市产业总工会也表示，会当理解政府第一时间必须先处理防疫医护相关的问题，但基层人民的纾困甲补助嘛爱赶紧有政策，或者从业人员会当安心通报体检，免为着生活冒险做生意。记者杨淑晴、谢桂玲台北报道。美丽华企业工会发起罢工，对10日开始，到今已经1礼拜。工会讲，公司唔但无要进行劳资协商，而且佫开始假批通知员工防止头路。昨昏，工会是派2个代表去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申请，嘛讲因的抗争会继续。甲裁决申请书交予劳动部。17日天，美丽华企业工会派出2个代表讲，美丽华开发公司10时开始寄解雇令予罢工人员等等，是不当劳动行为，要求劳动部裁决。从我们的罢工行动自5月11日开始展开，那我们的参与罢工的会员就陆陆续续的收到公司的存证信函，以旷职3天为由直接解雇。第一批寄出来的应该会有11位同事，那后续的话应该断断续续的，只要你有参与罢工，他应该都会寄出来。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应该是在28到26中间。美丽华企业工会因为公司分割做3个事业单位，所以对咧改名甲修改章程。但是公司无要承认这个改名了后的工会。工会表示，改名甲修改章程的动作，拢是按照劳动部长柯明春的指示在行。但是公司煞无要承认，而且公司嘛无出席14个协商会议。在那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安排劳方跟资方的一个协商，那但是呢，他当初时间定的是3点钟，我们大概差不多2点就到了，然后再一直等，连局长他们都在等，到3点钟还没有出现。他们劳工局他电话联系的结果，他们就是不出席。劳动部回应会启动调查程序，若是雇主真正有违法，会来裁罚。新北市劳工局18嘛会召开第2摆协商会议，有要求资方就派会使决策的人来出席。美丽华开发公司副总孙世雄回应，工会是违法罢工，所以公司才提出解雇令。针对18第2摆协商会议敢会出席，美丽华表示，因为疫情又搁伫咧研议。记者问到第1摆协商会议哪会无出席，孙世雄回应，这点并无清楚。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今日受微弱的方面影响，咱的中部以北、东半部有局部地震准雨，过到了后山区有局部地震雷准雨。那明仔拜三方面就会离开，水汽会减少，又会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接下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香珠，将真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